继续来看，国民党籍的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涉嫌诈领到助理费，伊主动甲犯罪所得1455万交回去，法官予伊750万交保。黄孝庭今仔日到议会准备总质询，规个人是消散落肉，讲瘦7公斤。也毋过伊讲心情无受到影响，真欢喜会当来总质询。啊，咧甲市长陈其迈问情的时阵，原来无咧客气。 再出现伫镜头前，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黄孝庭37公斤，消散真济。今仔日搁再转来主战场市议会，看伊面带笑容，表情轻松。心情很好啊。这时间有长达10几年，会觉得自己是有被清算的可能。不会耶，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样，我把我议员的工作做好。那我觉得让专业的人去讨论这个问题。那就像我前面讲了，我也不是第一位。 高雄地检署侦办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1455万，黄孝庭认罪了后，交回不法锁定，用150万交保，对案情无要加讲，随来到伊上熟的市议会。议会同事虽来关心，市长陈其迈嘛主动过来。不过黄孝庭的总质询炮火是真美。你现在对4、5年前的陈副院长，你等于在补考啊！ 我勉励你啊，陈市长，未来的陈市长才能变陈院长哎。高铁向南发展路线，敢会经过高雄车站来带动高雄经济？当年是行政院副院长的陈其迈，即马正做高雄的大家长，为无共想法，敢若嘛小可改变。黄孝庭交保了后，甲所有心思拢放伫咧门前，甲选民服务，专心做好伊议员的角色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